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。平時大家都知我中意研究電腦硬件同剪片，仲一路搞緊我個 YouTube 頻道莊榮發主。近年我都好積極裝備自己，例如喺香港復康力量學緊零售英文，又做過賣旗日啟動禮司儀，早前仲去埋做分享嘉賓，同過百位中學生演講。喺工作同創作路上，自從接觸咗 AI 之後，我發現真係變得無限可能。例如早排我幫生命領航協會整嗰張宣傳海報，都係靠 AI 幫手，連我上司都大讚。今日我要同大家隆重推介我平時度橋同工作嘅最強大腦兼秘密武器 Google Gemini 手機版。唔好以為 AI 一定要俾錢先玩到，其實佢嘅免費版已經超級強大。以下呢本終極使用手冊為大家大解密，免費同付費功能一次過開心 share 俾大家，零成本入門，免費日文功能適合大眾日常使用，就算無課金 Gemini 依然係你身邊最勁嘅免費助手。一、文字與邏輯處理 Text Generation 無靈感，想寫永不言敗的創作夢呢類故事，但宣傳文案、寫 email 甚至係幫手構思演講稿同練習英文對答，免費版已經可以俾到最清晰最貼地嘅解答，隨傳隨到。二、即時互動 Gemini Live Mode 手機版最正嘅即時互動模式，支援即時雙向語音對話，傾偈超級自然。你可以開手機鏡頭俾佢睇眼前事物，或者 share 螢幕問佢操作問題，甚至上載圖片檔案同 YouTube 片俾佢做摘要，溝通零距離。三、每日20次高質素 AI 繪圖 Image Generation， 想整靚圖，免費版一樣用到最強嘅 Nano Banana 2 Gemini 3Flash Image 模型，每日可以免費生成或者編輯20次圖片，一般日常出 post 或者做簡單設計，絕對夠玩。專業級解鎖付費進階功能，適合創作者及高用量玩家。如果你好似我咁，對創作質素有更高要求，或者係重度使用者，升級做付費版，例如 Pro 方案，就絕對係如虎添翼。一、專業級影像升級與超大容量，除咗每日生成次數大幅提升到100次 Pro 方案，最屈機係多咗個 Redo Pro 功能，生成圖片後撳一鍵就可以用更高級嘅 Nano Banana Pro 模型重新運算，畫質同細節即刻提升去專業級別。二、高質素影片生成 Video Generation 剪片專唔到，啱用素材。付費版獨享 Google 最先進嘅 Veo 影片模型，每日有專屬額度 Pro 用戶3次，支援文字直接生成連延伸音效嘅影片，延伸影片長度，甚至跟住你俾嘅參考圖去生成畫面。三、專業級音樂創作 Music Generation， 想要首原創背景音樂嚟襯托演講或者影片，付費版由 Lyria 3模型驅動，輸入文字或圖片就可以轉化成30秒高音質音樂，仲可以精準控制節奏同情感，甚至自動填詞，兼提供多國語言逼真人聲演唱。發仔溫馨提示 Gemini 做唔到嘅事，雖然 Gemini 勁到識飛，但都要同大家戴返個頭盔。無論免費定付費，佢目前係冇辦法處理以下嘅實體生活任務：call 車預約行程、叫外賣或重叫外賣、碼劃或重購生活百貨、將貨品加入購物車、查閱你嘅訂單或購買記錄、更改送貨地址。除咗以上呢幾點，其他工作、創作同解答問題，佢都係最頂尖嘅好幫手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發仔今次寫呢本手冊講得好夠實用嘅話，麻煩大家多多點讚、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莊榮發主，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等更加多朋友知道 Gemini 唔單止功能超級強大，仲有超強嘅保密性，處理工作資料定個人創作都絕對安心。大家快啲 download 個 app 齊齊免費體驗下啦！